水镇南街和大街路啊，有100多坪空地，种200多种无同品种的玫瑰花，都那是小花园。看到花咧，足好的就是啦，心情拢真轻松啦。咱社区变成一清水一个景点伫遮啦。这就是阮陵前的迄个玫瑰步道。 这原本是放粪扫的空地，伫经过环保志工和里长的拍拼，和地主协调了后，种一大片玫瑰花，嘛打造出新景点。大家这志工，大家协力，大家来用心来咧甲栽培。这一年有3届至4届的迄个开花的期间。 里长讲，大家做伙经营玫瑰园，各用有机肥料，就是希望花会当开甲一年比一年水。今年玫瑰花估计开到3月底，嘛呼吁介意看花民众会当来欣赏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